屯門環保園第一期6幅地全部租出，第一間回收公司今日正式投產。宋子豪去睇過。投產嘅就係呢一間回收廢油再造嘅生物科技公司。佢哋由全港超過400間食肆收集廢油，做淨化同埋提煉，再造成為俾汽車使用嘅生物柴油，年產量大約係2萬噸。主要供應本地市場，價錢同市面上出售嘅汽油差唔多。負責人話：廢油再造最困難嘅在於收集原材料。操作上面係好繁複，但係做得到嘅。嘅難處咧，我哋就係要同一啲已經收開潲水油嘅人士去爭。我哋同一啲將啲潲水油變成食用油嘅人去爭，甚至乎我哋都有一啲喺國外國嚟嘅人去爭取呢部分嘅潲水油。生物科技公司嘅負責人預計大約3年都可以回本，仲計劃喺香港度繼續擴展，研究將二氧化碳轉化成為柴油。目前環保園第一期6幅地已經全部租出，但只係得1間開始投產。第二期14幅用地，其中2幅已經撥俾非牟利團體，剩翻嘅今年年底就會招租。環保署正係檢討招標條件同埋程序。譬如話喺嗰個大細啊，或者係個年期可唔可以長啲啊？或者係一個尤其是中小企會唔會喺嗰個入職嗰方面佢要多啲幫助？係第一期咧，我哋就每一次投出嚟咧，就係話，譬如呢幅地咧，我哋就指明係俾某一個物料嘅。咁但係喺第2期咧，我哋會唔會係同樣做法？有可能我哋會開放啲嘅。除咗環保企業，園入面仲有一個以廢物同埋回收為主題嘅教育中心，免費俾公眾參觀。中心上個月中啟用以嚟，已經接待30幾間學校參觀。亞洲電視記者宋子豪報道。